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日增加55187个本土病例，154个人死亡。另外，指挥中心建议3个月内搁再阳性是免开药的免价低。7月12日，大学分科测验要举办咯，教育部也等咧规划，要互轻症无症状的考生一个专门的考试空间。说唱艺术台湾念歌的保存者89岁情感国宝杨秀卿老师，伫今仔日去做生啊，证人是真唔甘。讲到今仔日国内增加55187个一个本土病例，死亡人数154个人，中重症446人。另外，针对着确诊了后无偌久，搁再检出阳性的情形，今仔日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是建议讲，唔免重新开药啊，或者是重新隔离。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性的说明。本土病例是55187人哈。那各县市的人数今天都没有超过9000例哈，6都的部分哈都有下降10%以上哈，所以目前这一个逐渐下降的这个趋势看起来是很明显。特殊重症的部分哈，今天有3位这个儿童或青少年。青少年的部分是一位18岁的男生哈，那他本身是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那这次是在6月5号的时候出车祸，整个病情的关系需要住到加护病房去治疗哈，那所以我们因为也验出有新冠感染，所以我们把它列入我们这个有收治加护病房的重症的个案哈，它是会自己缓解的这个病症哈。那另外它通常是发生在我们还在这个7+7的这个管理期间内哈。所以虽然说是有这个病毒的回升，是不需要也不建议说在第二次的给予这个抗病毒药物，或者说改用另外一种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来治疗，也不建议就是说呢额外的再去进行一次的这个重新开始的，不管是7+7或者是重新计算它的这个隔离天数哈，所以依照目前的这个隔离管理的措施来进行就可以哈。那这个是专家会议的一个建议。讲到咱国内的本土疫情，抑搁伫咧高原期，最近有真侪确诊者，伊确诊了后的3个月内，搁再快筛阳性。指挥中心伫昨有召开专家会议讨论，讲这二次感染的定义，结论是3个月内就算是你的症状变严重，除非检验证明是感染到其他的病毒株，那无者就是认定是共款旧病例，搁再加起来，毋是二次感染。台北市一名女性上班族5月初9第一摆确诊新冠肺炎，完成隔离治疗了后，6月13日因为身体无爽快到病院急诊，是要到PCR采检CT单是13，医师怀疑是第一摆染疫，不过医院无法度搁写自主通报系统，也无收到隔离通知单，今嘛要请假看医生，拢真困扰。发高烧到39度，然后穿了2件外套，还很冷，还戴着帽子。后来医生觉得说，那不然验一下 PCR 好了，然后一验发现13，然后他才跟我说，那这样可以再次通报。因为同款的案例愈来愈多，疫情指挥中心昨日下晡开专家会议讨论二次感染的定义，结论是3个月内就算症状变严重，除非检验验证感染其他的病毒株，若无全部拢看作是复发，毋是第一摆感染。要确定它是2度感染，最好是能够做2次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检查，确定它是不同的病毒株才能够确认。但是在实际上没有办法每一个个案都做到这么详细的检查。另外，指挥中心宣布会启动今年1月到6月全国关怀中心的血清存档样本，进行新冠病毒血清学调查，来调查清楚 Omicron 在社区的运行传播链。不过有医师认为，血清检测若排除65岁以上的大人，加囡仔青少年，恐惊影响成效。捐血者的一个样本的时候，它本身就会有一种低估的一个现象，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必须了解，就是说，它现在测的虽然是 N 抗体，好，但是呢，有打过疫苗的人，哈，他的 N 抗体的浓度还是会下降，所以这是第二个啊，在测验上本身也会低估。指挥中心强调，这项研究计划检验结果未个别通知关怀人，也未回头追踪甲疫调，档案会按照定时销毁去辨识，保护隐私甲个资。若关怀人无希望被抽样，也应伫6月底进前敲电话予1922提出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本科测验伫7月11、12要进行考试咯，这是高中生入去大学最后一届的入学考试。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讲，目前正在研究要互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考生，经过医生的诊断了后，也会当去考试，而且有专门的空间，袂甲一般的考生难做伙。大学指考转型分科测验头一届实施，又搁是高中生考大学最后一届机会。考生万不若确诊是真歹补救。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已经研议开放予轻症或者是无症头的确诊考生来考试。竞争最激烈的，像医学系、牙医系、中医系，还有我们公费的师培生，那这些在整个名额上面呢，几乎是不太可能以外加名额的方式确诊的考生来设的是一个专设哦，而且每个县市就是一定会设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考场。以后确诊考生的权益也会兼顾其他考生的健康，无将规划各县市设独立的考场，考生经过医生的评估才会使出去考试。隔离场所到考场，爱坐防疫专车，或者是厝内人来接送。休困甲食中昼顿，拢爱伫市场内底。有高三的毕业生讲，因班有1/3到2/3的同学爱考分科，这个决定也互准备分科的人压力有较轻。政策它。先不要去论断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政策它一出来的话，它影响的受众也是很多的。潘文忠指出，已经提请指挥中心支持，也向苏贞昌院长来报告。最近若完成听书，会对外说明细节，也强调确诊、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拢会当安排到适合的市场来考试。考生若有状况，一定要通报。若有暗坎，会取消所有考试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南部的疫情还未完全稳定下来，包含着台中、高雄几个县市伫16拢宣布要延长线顶教学到6月30，落尾就直接来休热咯。不过台南市敢若延长到6月24，引起民众议论。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解释讲，因为疫情一直在变化，而且休热期间也有暑期辅导，毋是延长到6月30就无代志，也有真侪代志爱做调整。中南部的疫情还未有明显的趋缓，台中、高雄等县市16号是陆续宣布延长线顶的教学，一直到30号直接放暑假。不过台南市刚刚宣布到24号为止，该滚动式的检讨，才决定到要继续远距离教学。这个政策是引起家长正反的意见。我的工作怎么安排？我是不是要请假？那每天都是在这边担心说，到底你政策要你就是直接宣布到6月底。那如果你不要的话，你是不是要考虑到我们身为劳工的一个问题？是的调整我可以接受，最主要是因为小朋友现在已经可以习惯接受那个在家视讯上课的模式。我觉得每个礼拜四都要等像开讲一样，我觉得直接都放到暑假了啦，远距教学，然后要回去期末考，那也是一种群聚啊。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表示，30号以后，还有各医甲各地的暑期辅导，唔是干到6月30号都无代志。因此，小港是维持真认真的步调来评估。疫情高峰还在中南部啊，扣掉下个礼拜，我们只剩下3天，这个学期就结束了。但是不要忘了，暑期还有暑期辅导，暑期辅导还要2-3个礼拜，那我们也要一并列入考量。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一次放10天，事情就完了。对此，台南市教育局是表示，接下来学校拢会举办毕业典礼以及考试，因此嘛开放学生转去学校来参加，但是家长只会使参加线顶的毕业典礼。另外，儿童注第2剂的疫苗，只要是伫5月19号进前注第1剂的莫德纳，现在开始会当上台南拍疫苗的平台来预约。而 BNT 的部分是全台会伫6月22号做伙来做，家长嘛会当先上网来预约。记者郑云淡报道。大兴资讯公司涉嫌用中国做的快筛试剂假做是美国货，国民党就伫咧即期讲，完全无医疗器材背景的大兴公司是安怎会当摕到快筛 EUA？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也伫咧即期讲，伊有科技早伫咧5月13就发公文通知卫福部，讲这附录快筛试剂有问题，而且又出现造假商品走入到市面，批评这卫福部早就知影，要求这食药署长吴秀梅就要落台负责。食药署伫16暗时用这新闻稿背回，讲核准的快筛试剂是美国货，毋是中国货，造假这部分检方也等咧调查。
大兴咨询公司涉嫌进口中国制快态汽车，当作是美国制造来卖。国民党立委质疑，为去年到今年6月14日，向销售申请进口家用快态汽车 EUA 有326案，通过只有33案，通过率只有10%。其中大兴公司4月2日送件扣除假日短10月工作日，5月7日就摕到 EUA。大兴公司在卖冒水夹。没有任何的医药背景，而且他的资本额只有500万，卫福部是一口气核准他2亿4千万剂。3月11号，美国的 FDA 才示警，4月29号，爱康公司自己也发出声明示警，说这可能有仿冒品。那我们的食药署在发 EUA 给大兴的时候，都不用再回头去看，都不用再做审查跟了解吗？那也立委质疑，大兴公司无任何依在背景，虽然得标来卖快胎，是因为有小朴素股份公司伫背后负责操盘。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昨日也伫面册发文表示，原本要代理获得的医药科技发现产品问题，早伫5月13就发现卫福部告知，这款快胎汽车灵敏度只有34%，而且有假造品。导致起兵，请卫福部爱撤销 EUA。5月12号，食药署早就知道了有问题了，而且还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吴秀梅要负责，所以这样子的包庇，你还不用下台吗？只要是热销的产品，热销的产品，市面上面就一定有很多假货，包含说用这种中国制的产品，把它放到我们有核准的这个盒子里面去。林文平为因讲话，热销产品一场假货，也表示任何人有证据，卫福部或者是核准过程有问题，拢欢迎检举。消署10日暗时是发新闻稿澄清，消署核准的快胎汽车是美国制，毋是中国制，业者是毋是参假检调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本地伫17要送6700外支，这个2岁以下囡仔专用的喙瘾快胎汽车，所以因为无摕到国内 EUA 许可，结合卫福部禁止发放，县政府也赶紧请这民众办车来领。15家宣布要分6700组喙瘾快胎汽车，予2岁以下幼儿的花莲县政府。16日下午5点多收到卫福部专门禁止分，县府半暝赶紧宣布暂停，早起也无民众排队。毕竟它是没有通过核可的，那就代表是它一定是有某一些数据或是那个就是量测的基准是有疑虑的。虽然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若是有 EUA 核准会较准，不过有一寡议员认为卫福部是伫咧找麻烦，县政府的公告内容也无啥客气。你中央确实是卡我们地方嘛。这个是欧盟已经通过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不会危害到身体。你准确度会不会受质疑啊？应该是不会吧。外界也正好奇，县府这批喙瘾快胎汽车是倒来？县政府以运输费理由，估计讲是倒一间业者管的。这个若讲是英国设计、德国制造、马来西亚组装，后面有认证。然后5月11号的时候，那个吴署长也在记者会时公开告诉我们大家。对，那每个人可以带100机进来，然后呢，可以不需要经过申请，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不是都是没有中国 EUA 的在使用吗？不过民众伫咧网络顶搜寻这种喙瘾快胎汽车是毋是得到欧盟认证，拢查无核准理货。对此县府讲，可能是名无同，强调这间公司网站顶头有欧盟 CE 标章。对此卫福部讲，进口任何医材也是要照规定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所指定的台湾说唱技术保存者真江国宝杨秀卿老师，伫今日透早来别逝。89岁杨秀卿老师规世人奉献予这歌仔传承加推广。文化部长李英德早起也表达哀悼，也会听请总统命令保养。杨秀卿老师因为自细汉目睭看无，为着生活学习念歌表演到今超过70年。2009年开始配合政府计划，开始修土地传唱念歌技术，而且把经典的歌内容保存落来，留下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
念歌的前江国宝杨秀卿老师常常讲，英国念歌是为生活，今麦念歌是为文化。杨秀卿老师念歌的功夫超过70年，自庙口广播到文化场，拢有杨秀卿念歌的形影甲作品。杨秀卿唔但配合政府甲经典的歌故事保存落来以外，也配合台湾的电影、MV 表演艺术做下联合结合，传承济土地来念歌，是希望讲有保基文化念歌会当继续开枝散叶。我第一希望就是讲哦，互我的身体较勇咧。我咧加这几年啊，学生安尼加教一寡，我即个艺术会当甲传较久的。一生奉献念歌表演甲教育传承的国宝杨秀卿女士，17半暝过身，享受89岁。世间的富豪，塌边也毋是人熬哦，才会存钱。老师的离开等于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其实我们的根本是在杨秀卿老师他们这一代，他们才是真正有接触到传统辉煌的那个年代。对杨秀卿的离开，伊学生杜建志感觉真唔甘，嘛表示杨秀卿近年来就算目睭青眉、脚落摆，有关对着学生世界推广念歌，因为伊捌讲过一句话：少年念歌为生活，老啊念歌为文化。咱台湾的文化，咱会使去做办去。杨秀卿自13岁就世界走唱，后来拄着大环境影响事业，伊就想讲要互大众听有，就改编歌戏曲，独创口碑歌仔，夹变专台。伊伫1989年得到教育部民族艺术新团奖，2003年摕到文化总会终身成就奖，2009年文建会认定伊是重要的念歌保存者，去年嘛协办第40届行政院文化奖。大人啊！靠冤气咧，妈你叫我要点要倒，哎呦，我无法度咯。他不但是台湾传统说唱艺术的佼佼者，而且他是一个先行者，他把它做了改编创新。行过念歌无共时期的杨秀卿，团结的工作拢无停过。伊的过身象征一个时代过去。文化部表示，会全力协助家属办后事，卖定请总统明日保养。记者陈嘉文、李学凯台北综合报道。伫咧顶个月31日，飞行官期待军进行 AT3飞行训练的时阵，不幸发生意外。今早起是期待军的公祭，总统蔡英文去到现场颁发保养令。期待军的老爸申请期待军本地买来，互伊正做生日礼物的飞行衫，要来送家己的后生离开。AT3教练机也伫咧典礼会场的天顶冲场向期待军致意。会场外口空军列队也军旗致意。顶个月31日，空军上尉期待军进行 AT3飞行训练的时阵，煞发生意外，不幸殉职。17早起是伊的公祭，因老爸穿深色的外套，这领衫是期待军要送予伊的生日礼物。不过要被附送，人就无伫啊。期待军的老爸专工穿这领外套，要来送后生上尾一段路。你是这么的勇敢，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坚持尽力的控制飞机。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但这也是老爸最不舍得的地方。期待军的小妹替老爸念对书感言，伊书几若摆大开，才甲悲伤的心情吞伫腹内。期待军的老爸讲，后生做兵8年，干那1年的时间陪踮家己的身躯边，看到后生为着做飞歌遐尔拍拼，伊嘛感觉真骄傲。希望期待军保庇所有的人任务拢顺利。啊，那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颁发保养令，甲期待军升做空军上尉。即使是内心十分的悲痛，依然希望社会给予我们空军支持，也要勉励我们所有空军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应这份期待。蔡总统特别感谢期待军的老爸，虽然后生不幸殉职，却阁呼吁外界爱支持国军，伊嘛要求国防部一定爱替期待军好好照顾伊的厝内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15日宣布，这28年来调上这基准利率的一届。计当讲，华尔街虽反映投资者的烦恼，美股10月一开盘就一直落超过740点，是2021年1月以来的头一届落超过3万点的。世界各国也开始出现这调基准利率的情形，连瑞士的央行也出现这15年来头一届的升息。美国联准会伫咧15宣布，即便升息3码，从1994年以来上大升息的幅度了。
华尔街即马开始伫咧担心经济走向快速衰退。美国股市伫16开盘了后，科技股抑个非必要消费品的类股，拢甲静静啊起爆拖大。中场道琼大盘741.46点，收伫咧29929.31点，是2021年1月以来第一遍爆破3万大关。We can't negate the impact that Russia's invasion on Ukraine has had, certainly as it relates to energy prices, a key component to these record levels of inflation. But it's that hawkish turn and the uncertainty over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may or may not do that has unnerved many investors and caused this pullback in the markets. 道琼指数伫咧盘中一个卡到2020年12月以来上低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重盘3.25%，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也大盘4.08%。伫美国联准会升息3码了，全世界央行也拢开始第一升息，包括台湾、香港、英国拢第一升息，就连瑞士央行拢正意外家己紧缩政策，创最近15年来第一遍的升息。What we saw happen overnight was around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we saw the future markets take a dramatic turn. Interestingly enough, around that same point in time, Switzerland also announced an interest rate hike of 50 basis points and an indication that they may be looking to now sell U.S. stocks off of their balance sheet. I think that was a critical juncture which caused the markets perhaps to turn south. 美国联准会也个大幅度调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自3月时阵有估计2.8%，下修到1.7%。经济下降有效，因为联准会无顾到一切伫咧打击通膨，一定要付出代价。美国经济衰退机会已经增加到5成。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16美股大落，连带影响到台股，这盘中指数捌落224点，出现13个月以来上届低点。台积电一开盘就落超过这500块以下，落尾这个台股日收伫咧15641点。美国联准会伫咧15宣布升息3码，瑞士的央行16日决议要升息2码，台湾央行李监事会议是决议要升息半码。伫全世界央行加速升息，引起着停滞性通膨危机升温的疑虑，也造成全世界股市震动下盘。连带影响到台北股市开盘就重盘，盘面是规片青顺顺。早盘盘224点到15614.53点，盘盘5月12个低点15616.68点，创要到13个月来新低。目前大盘依然是上下震动的形势。很多股票都破底了，所以破底的股票，我觉得在下个礼拜应该是会有一些跌升反弹的机会。台积电目前是这个台湾股东人数最多的一家公司，所以跌破了500元关卡，我觉得可能会让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台股是失去信心。但我觉得，毕竟台积电其实如果以这种中长线的角度来看，每一次这种出现急跌的时候，我觉得都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个买点。在类股方面，盘中高价股共步下盘，电子类股的指数跌1.6%。富国神山台积电以499.5块开价，一开盘就盘破500块的关卡，期待是盘破13条。伫盘中，盘北有小可求势，阁徛起咧500块以上。虽然这次是金融股的超级股东会，有19间金融甲银行公司办股东常会，因我金融类股指数是跌超过1%。其中，兆丰工会伫咧股东会重申。今年做工会投票，有9成的会员认为董事长张壮顺无责任，希望政府为兆丰群各派一位愿意听基层同仁申请的领导高层。我们董事长在定盈余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定的判断的失准，造成就是说盈余目标跟实际上获利没办法达到。工会强调，高层独断独行的领导风格已经让兆丰的经营陷入困境，希望银行方面应该做到。同仁伫咧组织改造意见表达各项建议，不过到目前为止，兆丰银行是也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央行调悬基准利率2届，最近一届搁再升半倍。若从以5月这买厝贷款的利率1.6%来看，这房贷利率未来会超过1.7%。那是这6年来上届悬的数字。若讲到这买厝贷款贷1000万来看，这5月加7月这利息钱就差不多差608块咯。不过政府也有提醒讲，针对着特定族群，亲像是纾困贷款、学费贷款，抑个青年创业等等，拢
总袂受到升息的影响。中银行16个升利息半倍，连续2季总共升利息0.375%，新的房贷利率会徛到1.7%，创2年新高，房贷都是真艰苦。5万2啊，他要缴3万多吧？这样我们会觉得小孩子会快乐吗？就要不要再升息了？来算千万房贷利息，升利息进前房贷利率1.5%，每个月本利爱行34512块。中银行3月17升利息1码了后，就是房贷利率会有1.75%，按过5月房贷利率只有调升到1.6%，本金加利息每个月爱行34994块，增加482块。第二摆个升利息半倍，那直接加起来房贷利率会负1.725%，每个月还钱会有35602块，每个月房贷负担会阁增加608块。房贷做3月到即马，每个月房贷负担会阁增加1000块。贷款1000万来讲，每个月的新增加的支出不到2000块了。在升息循环里面，大家不晓得下半年到明年还会升多少，所以这个才是让大家比较影响性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升利息会压缩家庭支出，行政院也公布相关配套措施，减轻特定族群负担，包含纾困进行贷款、青年创业，还有学贷，拢无受升利息的影响。政府全部来补贴了不要因为这个必要的升息，又造成孩子学贷利息上的负担。学者分析，这摆升利息幅度暂时袂影响经济，按过台湾经济甲出口联动，那出口表现无好，过大幅度升利息，恐惊影响类似经济，明年经济成长日头会放慢。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中关系是真紧张，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也批评中国最近的行为，和美中关系彻底，希望中国会当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问题。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也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无变卦，根本的目标是伫咧确保，而且会当阻止，而且改变着台海现状。美国参议院国委会主席梅南德兹等人也提出着台湾政策法案。内容包括对台提供美金数十亿的安全援助，而且台湾也该列做主要的非北约盟邦。最近美中关系紧张，上任3个月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形容已经是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来上差的关系。批评中国伫真侪所在拢有侵略性，中国升级对台言论，侵扰台湾4周围的海空区域，也互美国更加关心台湾，当地积极甲中国交涉。China committed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dispute. It has for decades, and I think that's the standard to which the government here in Beijing ha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This is a very active discussion that we have underway. 美中最近真侪届因为台湾议题对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13才甲中国代表杨洁篪再一次会谈。苏利文互人问起到美国是毋是会保卫台湾的这个议题，伊强调美国对台的政策根本的目标拢是伫个避免爱选择保卫迄项。I don't regard that as a bug in our Taiwan policy, but rather as a feature that Beijing is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are threate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美国阻止中国侵犯台湾，最近捌访问台湾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兹，也甲参议员葛瑞姆，提出台湾政策法案，挺台湾。其中包括美国对台湾提供几60亿美金的安全援助，并将台湾列做主要的非北约盟邦。这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推出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上全面的修订。China is not reliable, that we have to be much more vigilant.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表示，台湾生产全球9成以上上界先进的晶片，若说台湾遭受攻击，全球供应链会因为战争中断。美国甲主要经济体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批评中国最近一直挑战行为，破坏台海和平。记者综合报道。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去到乌克兰进行访问，要甲因的总统泽伦斯基见面，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是希望各国对罗西亚会当提出更加严重的制裁，嘛希望会当援助因更加侪武器。因那罗西亚因是真无客气，是叫这泽伦斯基就要看清楚现实。代表欧洲三个上大经济体，德国总理肖兹、法国总统马克宏、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因甲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坐夜班火车，伫指挥空袭警报声中到当地，因身躯被战争吞下伊尔平，看到当地情形了，拢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Tous les quatre, nous soutenons le statut de candidat immédiat à l'adhésion all'Unione Europea per l'Ucraine. Il popolo ucraino difende ogni giorno i valori di democrazia e libertà che sono alla base del progetto europeo, del nostro progetto. Ukraine gehört zur europäischen Familie.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希望得到国家侪武器支援，对俄罗斯做国家严厉制裁。基辅当局进行不批评美国，伫这两方面拖刷刷。Кожен день затримки або відкладення рішень, можливість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вбивати українців або можливість руйнувати наші міста. 克林姆林宫建议去乌克兰访问的领导人，卖只跟他讲武器的代志。Наоборот, будем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он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контакт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подвигну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Зеленского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он реально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这个领导人去访问乌克兰，正拄好发生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以拥护设备做理由，减少运送到德国的天然气。德国政府认为这是政治操作。另外，伫战争造成经济成本甲物价起价冲击，欧盟的领导人拢伫咧想办法，伫国内无共意见的舆论中找平衡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讲到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欠粮食，因国内有军事政变，伫国际上也有一个战争伫咧影响，欠粮草欠甲真食力。世界粮食计划署也讲，因有1500万人伫咧遥期失顿，到今年9月有要到4成的人是恐惊是食袂饱的。俄乌战争除了影响两个当事国家的经济，全世界真侪国家拢因为小麦甲肥料供应中断的影响，继续大起，也互非洲的苏丹粮食的危机更加严重。受到经济战乱也个作物欠收的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今年苏丹食袂饱的人口会愈来愈多。WFP Sudan has just completed its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 Unfortunately, our worst fears have been confirmed. We estimat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at some 15 million people are going hungry in Sudan. Our projections for later in the year indicate that this might be increasing to some 18 million people. 战争也个破坏建筑物，当地真侪人除了无通食以外，连一个会当烈风撇好的所在也无。营养不良的幼儿伫咧接受检测，并即个查某囡仔伫咧食原做的特殊营养食品。市面上各种原物料价格拢伫咧起，消费者业者拢伫咧硬惊。يعني احنا جينا هنا ده نازحين وقاعدين زمان عندنا طلب المساعده لكن هسه دي ما عندنا اي حاجه بنقول لها مساعده دول بس انت تشتغل تجيب قدر جبت تاكل قدر ما جبت تنوم اكثر من كده ما عندنا 自从去年10月国内发生军事政变了，苏丹本来就正脆弱的经济又搁进一步恶化。国际上为着要对军事接管政权做制裁，也减少相关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到今年9月时阵，苏丹会有要到4成人口要巴肚食袂饱。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咱有报道过，一个英国记者和关注面专家伫巴西 Amazon 雨林失踪的案件，警方拜指抓到2名嫌犯，因限定外一名嫌犯因是兄弟仔，声称讲有甲人杀死，而且也带警方去到大尸首的所在找到这尸体。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检验这个死者的 DNA。这名穿青衫伫拜日暗落网的嫌犯，就是声称杀害英国记者菲利普斯甲原住民专家白瑞拉的共犯之一。伊甲顶礼拜轰掠另外一名嫌犯佩拉多是兄弟仔党，警方拜三带佩拉多坐船前往亚马逊来尸体地点搜查，结果真正找到人体遗骸，目前正在进行 DNA 比对工作。Aqui foi o local então onde o evento aconteceu, o evento criminoso aconteceu, onde nós encontramos os pertences pessoais. E a localização aqui ó, do local, então, onde nós encontramos hoje os corpos enterrados,
estão aqui a 3,1 quilômetros mar adentro. 警方表示，佩拉多城镇以开枪将2个人杀害了后，将尸体弹掉。伫这进前，有证人表示，佩拉多伫2个人失踪前，捌向因下着报称，也有报道指出，将属掠鱼工作的嫌犯过去，捌甲掳了盗贼非法掠鱼的白瑞拉有过冲突。监视到安尼起杀机也爱被获清，警方也咧追查监视要有其他共犯。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和外界执起拖延本案调查，而且环保执法文虎，伊表示，遇害英国记者伫案发地区无受欢迎，原本应该更较细致，更加互批评发言不当。这个事件也成做英国国会讨论的焦点。首相强生表示，已经甲巴西政府密切合作，希望促使案情早日明朗。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会伫咧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3个国家举办，这是有史以来3个国家做伙合办，比赛会增加到48队80场的比赛。听到国际卡球总会宣布，旧金山被选入是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主办都市之一。第2位球场内底球迷是真欢喜的欢呼。2位球场是1994年美国第一摆举办世界卡球杯所使用的5个新球场之一，目前是美式卡球 NFL 旧金山4球人队主场。搁在1999年女子世界杯决赛踢球关键发球，带美国摕到冠军的球星布兰迪·切斯坦也伫现场。I feel the same way I felt after I scored the goal in '99. I'm from here. I'm born and raised in this community, and they encouraged me to do something that was not traditional. And the World Cup being here is not traditional to sports in America, but it involves everybody. It embraces everybody. 2016年世界卡球第一摆由3个国家联合代办，分布伫16个都市举办。墨西哥有3个都市，加拿大有2个都市，美国有11个都市被选入。到时阵，系列赛扩编到48队，比赛场次有80场，也是史上第一摆。How could you not play the finals here? Look at New York City, the Statue of Liberty, Ellis Island. It screams diversity. It screams our immigrant roots, and it screams soccer. Welcome world. 墨西哥是自1970年、1986年了后第3摆举办世界杯卡球赛，也创下纪录。加拿大是史上第一摆举办，进前捌伫2015年举办过女子卡球世界杯。This part of the world doesn't realize what will happen here in 2026. I mean, these 3 countries will be put upside down and then flipped again back. 根据2018年美国卡协研究，成功承办的都市带来真强的经济效应。伫北美的经济活动获利超过50亿美金，伫选举办的都市估算有1.6亿到6.2亿美金规模的经济活动。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伫咧卡达亚洲锦标赛，咱台湾体操代表队传来好消息，由李志凯所带头的男子团体赛摕到铜牌，这也顺利摕到10月英国世锦赛参赛资格。讲到这届亚锦赛，咱台湾体操男子团体呢会当摕到铜牌，这也是2019年了后，搁再伫咧亚锦赛摕到铜牌。今仔日咧早起10点多，伫台东南市有保育类的石龟死伫咧海边啊。经过专家判断，认为这只海龟应该是运卵，下晡会送到屏东海生馆了解死亡原因。透早10点外，伫台东红头树的北台湾沙坡发现一只大只的海龟，已经明显死亡。海巡署接到民众通报了后，赶到现场处理。本所值班人员于稍早幺洞时接获当地民众通报，于八代湾海滩发现一具死亡海龟，确认该海龟品种为绿蜥龟。经研判，该海龟疑似为抱卵母龟，其体型较为庞大。经过海巡人员的判断，这只海龟是保育类的石龟，而且疑似是捕卵的石龟。海洋环保署第10海洋保育工作站的巡查员韩静文表示，初步判断是无外伤，经过台东县府的同意，随后也会送去屏东的海生馆解剖来厘清死因。另外，死亡的石龟伊的肚壳有发现标记，也会送去海洋大学来记录。呼吁各位民众，如果有在海岸上发现载不载沉的海龟，都可以统一通报给拨打118通知海巡。今年5月份到10月份是海龟生卵的季节，红头树的沙坡真适合海龟种花来生卵。海龟伫红头树的种花比例也比片湖甲小琉球拢更较悬。海洋巡查员韩静文呼吁民众，若伫海面发现受伤或者是无受的海洋生物，
就要紧卡118通知海巡来做处理。记者苏眉台东红头树报道。台电17日南市启用一套这电力设备，不过南市发电厂外口所有民众来抗议，讲这发电机组会唱乌烟甲噪音，要求台电就要定出搬锁的时间。台电表示讲会继续和当地民众沟通。南市发电厂四周围红头村20外个渔民部落族人，17透早到发电厂外抗议，表达台电伫红头村兴建发电厂40年，不过一直拢无甲四周围个居民协商。发电机组嘛真老旧，常常停电，佮发出噪音，而且一个发电就乌烟呛出来，影响族人的健康。要求电清厂的时间表，清厂进前嘛爱有有利族人的做法。你看那个烟一直往距离部落不到300公尺。我们每天生活在跟电厂生活在一个土地上，我们内心的压力跟生活的影响遭受到很大的改变。台电台东区营的处表示，目前发电机组设备陆续换新，会佮甲族人沟通，若是采油发电所产生的空气，拢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环保局在帮我们抽烟的时候，我们都有符合目前的国家环保规定，我们会回去努力让江苏人的诉求去回应这样嘿。台电17载也伫南市发电厂启用新的独联系统，一旦停电就立刻启动供电，减少岛上居民的不方便。同时也启用一套混合实境科技维修设备，会当远距离维修岛上的发电机组，节省维修的时间甲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拍算要伫德山起一个日龄养殖中心来解决南投县粪扫问题。不过，德山的民众认为讲，这粪扫拢会车来因这所在，因是绝对反对的。因为不把南投县府要伫德山区日龄中心，要保卫德山的居民头壳包白布条啊，由镇长带头来发抗议。不要垃圾，要建设！不要垃圾，要建设！镇公所带头抗议，原来县府按算投资15亿，以 BOT 的模式来设日龄养殖中心。不过公所烦恼讲，因要建设刷来粪扫，惊讲完工了后会成做全县的粪扫场，影响环境。虽望支持县府解决粪扫问题，不过这无代表会当把全县的粪扫拢送到德山来。垃圾应该是各乡镇自己先行把它处理好，才能够再进一步做处理，不是全部都拿到竹山来做处理。无烧就足臭的啦！你讲要弄360万吨，拢要家一天要弄得接吧？县府强调讲，这搭日龄养殖中心占地2.5公顷，已经向国产署申请拨用土地。完工了后，并不是焚化炉，是经粪扫来做固态的燃料，一天会当处理360吨。伊个启用6年了后，会当消化县内吨的粪扫20万吨。环保局表示，希望德山会当支持南投达成粪扫自主处理的目标。南投县的确有这样的处理设施哦，所以我们一定会用最高的技术跟规格去设置这样的处理设施。那我们一定会减少空气污染的排放。环保局表示，县内每天产生250吨的粪扫，不过干那100吨会当送外地处理，每天阁有150吨爱先囤起来。目前南投县的粪扫到达已经累积20万公吨，完工了后会当解决长久以来的粪扫问题。伊阁讲会伫这个月29召开公听会，和地方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有老师摕这个东山号的粪扫来做主题，甲学生囡仔爱思考家己生活环境，是希望大家讲着爱珍惜环境，莫成做生态杀手。野鸟伫咧河内找食，边仔拢食粪扫，河内的龟嘛甲粪扫做伙球。这个所在是东山河水源头大圆山排水沟，河内生态丰富，毋过真侪粪扫甲草啊。宜兰北城国小美术老师颜天武甲相片翕来做海报，用伫课堂，希望学生囡仔爱护环境。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跟孩子说，可能我们平常会说宜兰好山好水，可是我们还是要去爱护。颜天武就住伫东山河附近，伊讲较早河真清气，不过这几年可能受到疫情影响，公部门虽然有些粪扫拿杂数，毋过无派员清除河中的水草甲粪扫，互规个美丽河川变款，实在差真济。民众也认为河川的粪扫应该爱有人小清清的。还是要清理一下啊，可是还是要呼吁大家自己垃圾不要乱丢啊。县政府基于在地的一个事务啊，那县政府会优先赶快先把这些垃圾清除完毕。
根据调查，安定5所翕的河段是唐山河主河道甲水源头段烟线排水沟。县政府讲，主河道大家拢有派员固定清理粪扫甲草啊。段烟线排水沟是小河龙田排水，毋是开的排水。违规环节，小河龙田水利署宜兰管理处，不过县政府是基于清粪扫是在地事务，会立刻派员清除，后续再来查清楚违规环节。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进口咱台湾的石斑，农委会表示会透过内外销加工的方式来拍开市场。不过，这石斑是较大只巴，也较 Q， 民众要处理是真困难。农委会表示讲，后半年会针对着西方国家市场来加强行销。石斑鱼除了用吹，佫会当安怎食？其实会当直接烫一下。我只是很香，很好吃。不过石斑鱼一般的人可能处理袂来，这只2斤重的石斑，总破西先甲伊鱼肉取落来，再佫甲伊切成薄薄的鱼片。伊讲处理石斑鱼刀啊爱磨非常耐，才好来切下伊特别 Q 的肉，佫加上伊的骨头较硬，连伊出手拢要加开1倍时间。加上石斑鱼它本身的体型啊，都比一般的鱼个头还要来大一点，所以说在做切割的时候呢，往往会造成一些家庭主妇的一些小小的困扰。石斑鱼过去大部分离餐厅料理，专鱼要推广到家庭有技术的难度。总铺才建议家庭以龟尾来吹，或者是直接买切好的鱼肉来料理。针对外销，农委会表示，过去以亚洲花莲市场为主，后半年希望开拓非花莲的市场，估计外销量是300吨，会以当地消费习惯来推出产品。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在美国、欧洲以及纽澳这些国家，来开发更多的鱼片以及轮切，也就是切块的石斑鱼产品。过去2年因为疫情，运费成本增加，造成外销业者意愿较低，所以这届嘛会推出石斑鱼外销奖励措施来鼓励。要安怎来补贴？农委会会伫下昼甲外销业者坐谈时阵来宣布。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最近有民众咧，伫咧厝内面使用伫紫外线的杀菌灯，想袂到开30分钟，双脚出现烧烫伤，甚至目睭也有受伤。医生表示讲，使用这紫外线灯呢，要伫咧无人无动物的情形之下才会当使用，而且这紫外线唔耐烧烫伤，甚至会致感。脚顶头的空水红过肿、抹药膏，甚至目睭也红光光。医生诊断是目睭的角膜受伤，目红引伫老爹破出于受伤的相片，讲是紫外线杀菌灯造成的。紫外线杀菌灯就离我差不多约大概1公尺的一个距离，就这样大概30分钟后，我就发现我的双脚开始有灼热感，就发现不对劲，就赶快把那个灯关起来。那这个后来呢，就2个眼睛也睁不开了。目睭疼甲一直流目屎，赶紧去看医生，才知影紫外线杀菌灯开启的时阵，人甲机器袂当做阵伫咧一间室内，无去注意就可能造成大伤害。它会首先会产生一个臭氧的味道，其实久了会造成肺部的不适，就是时间照射久了的话呢，可能会造成皮肤的烫伤、灼伤，甚至是眼睛的结膜的损伤。那紫外线照射久了，它甚至有可能导致皮肤上的致癌。伫开刀房定定用的紫外线杀菌灯，医生建议一定要详细看伊的说明书。消费者伫咧买之前，也要注意产品是毋是有金属的保护盖。若是灯管外口无盖盖，就已经有自动感应关闭的产品。通常会建议就是使用那种有联动的比方说有人员走过，它会有感应。当人员走过或是房间一般的照明被开启的时候，它那个紫外灯它就会联动而自动关闭。紫外线灯的产品真侪种，尤其即马疫情真侪人买。不过消保处伫咧5月底时阵公布，对市面上随机抽查10项产品，全部拢是伫咧跟化学 UV 危害高度风险。就算是照正底时间，也有可能产生危害。目前国家标准并无将紫外线灯纳入应该检验的商品内面。标检局讲，按算伫今年底进行纳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种乌托邦的停车格是限定你会当停15分钟尔尔，本体是要互民众方便去办公。不过最近所有人一直甲伊霸占掉的，市政府表示讲，即摆用人工的方式来做统计，若准超过时间就会开罚单。共享机车拄停来，收费员随开单，不过单顶头金额是0。换一个所在，内湖行政中心停车场内面机车停甲满满。不过路边的停车格拢无半台乌托邦，
原来这几个所在停车格只个人限定量停15分钟。我今天是来那个行政大楼办事情嘛，那我知道我15分钟之内一定不会离开，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考虑去停这个15分钟。好像有点短会不知道办事情要多久这样。为了要方便外送员甲民众第一时间伫咧遮办公的需求，台北市政府伫咧辖区的北一路、中山路高、成英高中，政府机关的台北市政府6区公所、大安分局，还有树林夜市啊、甲公馆夜市等所在，全台北总共24个所在，规划机车停车格限定停15分钟。警方有民众停伤久，自17开始实施新措施，用人工开单记录停车的时间，只要超过时间，依照道交条例可能会开罚单。如果逾时就会被举发。如果有违反的情形，可以依道交处罚条例处600元以上的罚款。唔拿算时间开单，也个用科技执法，加强处理。台北市政府也伫咧扫无纸化开单，7月7日到9月底，民众只要上网设定，甲机车收费改制简讯通知，停车费拢当有优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大溪有一群少年人甲老歌加入流行音乐的元素来创作，期望更较侪少年人来欣赏到老歌的水。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帮要带观众朋友去到宜兰，看因安怎甲老歌唱出新生命。伫宜兰大溪老聚落的巷仔底有一间咖啡馆，除了咖啡好啉，上较特别的是当地煮咖啡的这个头家娘，伊们将台湾传统戏曲的文化当地的消息。都用咖啡甲人分享传统戏曲，希望会当把这个文化延续落去。我这间店看起来伫卖咖啡，我拢定讲我是伫卖人。恁来，我会当，我就甲恁来分享，尤其是少年囡仔，也是囡仔囝，拢好。时间照着我的面，予天星染过我的头鬃。当地录音的这3个少年家，因为介意音乐，所以成立海岛青年实验室。因专门收集属于台湾这个土地的声音，加做创作的元素。因听到优弟唱的老歌，是感觉真感动，所以把老歌改编做流行歌曲。我就想讲，这个老东西啦，感觉不被传承下去，好像有点可惜。但是要怎么传，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那把我们的，所以第一个就想到，那我把它做成像流行乐这样子好了。伫宜兰的另外一个社区内底，少年艺术家姚文甲侪伙人伫画图，因为介意乐琴，所以来找优弟学念歌。伊希望用这项传统文化，会当甲这个时代较亲近的。我就想讲，这真趣味，阿公阿妈应该嘛真介意，所以我若是学会晓了后，我会当念给阿公阿妈听，安尼上课的时阵就更较趣味。在地文化是台湾的根本，不过这个传统当伫咧衰微当中。我优弟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甲人分享老歌甲念歌。也若海岛青年实验室甲姚文选择做传统戏曲来连接无共世代。因的梦想当咧甲时间走标，希望透过因的拍拼，互大家看到台湾戏曲的水。记者周培玲、吴一修宜兰报道。伫咧法国巴黎最近有一项全新的 VR 戏剧实体体验，那会当互咱人伫咧金字塔内面行叮当，佮通好耍到尼罗河坐船游览风光，咱做伙来看卖。见证古埃及的死亡仪式，穿过棚坑进入金字塔内部，甚至到上顶悬欣赏毋捌看过的景色。透过戏剧实景 VR， 这个即马拢看得到。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10时开始推出全新的 VR 沉浸式体验，让体验者去4500多年前，用完全无同的方式探访埃及的古夫金字塔。Ce qu'on cherche nous à faire, c'est des choses qu'on ne peut pas faire dans la réalité. Et donc, dans le cas de l'horizon de Khéops, on va accéder à des zones qui sont interdites au public, des zones même impossibles à aller dans la pyramide pour avoir une autre vision de son architecture. 古夫金字塔是伫西元前2590至2565年中起起来，宽度146公尺，是埃及上大的金字塔。透过 VR， 游客唔但会当伫金字塔内散步，用飞毯，阁会当伫尼罗河坐船，甚至参加烦恼的防腐处理过程。Non, c'est absolument extraordinaire parce que nous sommes allés en Égypte, mais nous n'avons pas, je ne suis pas rentrée dans la pyramide de Khéops. Et là, on rentre dans la pyramide, ça nous donne une perspective totalement différente.
Bon, les pyramides, voilà, tout le monde connaît les pyramides vite fait, quoi. Là, non seulement on est dedans, mais on est dessus, autour, dans un bateau qui survole. Enfin voilà, on est plongé complètement c'est l'immersion totale, quoi. Donc, 这段 VR 沉浸式探险由法国戏剧实验公司 Immersive 加哈佛大学埃及学教授合作，用3年打造完成。那成功效果拢有，游客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拢有建筑科学甲历史根据。展出为10时开始，到10月初结束。一段体验是45分，费用是每一个人29欧元，差不多台票900块。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下晡报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区详细资料。吉兰到新竹对28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30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3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